矗立喺粉嶺百和路嘅專用安置屋邨項目樂領都會，最近喺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及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合作推出嘅長者友善樓宇認證計劃中，成功喺新建建築 2.0 版類別取得認證，成為全港第一個獲得長者友善樓宇認證嘅建築項目。整個項目足足有15個長者友善設計通過評估。樂領都會係房協首個採用綜合發展模式嘅專用安置屋邨項目，資助出售房屋樂領軒同出租屋邨樂領樓，共提供約1200個單位。坐落同一位置嘅長者安居樂住屋項目盛怡居，亦提供約260個單位，為唔同需要、唔同年紀嘅市民提供一個優質嘅跨代共融居住環境。樂領都會能夠成為香港第一個獲頒長者友善樓宇證書嘅項目，我哋工程團隊都感到非常之榮幸。認證計劃要求參與嘅項目最少要符合10項長者友善設計嘅作業範例，但係房協多行咗一步，樂領都會一共有15項長者友善設計通過評估。早於規劃設計項目階段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諗好晒各座大廈嘅邊一個位置啦，採納邊一啲長者友善設計。例如喺全部3座大廈嘅單位洗手間，我哋都採用咗防滑地板。喺大廈嘅公共空間，指示標誌同埋字形大小特別清晰，色彩對比鮮明。一啲升降機裏面仲設有長凳，俾老友記休息坐下。大家見到呢啲色彩繽紛嘅信箱，係為咗便利老人家去容易辨別自己嘅信箱位置啦。呢啲都並非高難度嘅設計，我哋投入最多嘅唔係成本，而係項目團隊嘅心思。但係可以提升住戶嘅居住質素同埋幸福感，我哋都覺得非常之值得。呢啲設計咧，我哋特別考慮嘅，為咗方便老友記咧使用咧，可以擺到一啲拐杖啊、遮啊等等啦。咁其實呢啲咁嘅細嘅少少嘅設計心思啦，其實大大方便咗老友記嘅使用嘅。為咗對應香港人口老化，房協全力支持政府公布有關長者友善樓宇設計嘅落實方案，亦都會研究將一啲居家安老嘅設計，例如可改動設計同埋通達設計，將來融入更加多嘅不同住宅項目，令到居家安老更加普及化，更加多市民受惠。喂，兩位老友記，你覺得呢啲長者友善設施好唔好玩啊？好啱用啊，好適合我呢啲長者啊，又方便。有 lift 啦！個 lift 真係好啊 ，lift 都有凳坐，好舒服，真係想搭耐啲啊！係咯，坐喺 lift 嗰度啊，仲可以同啲街坊傾下偈添。哇，仲粒粒掣都有燈喎，咁就唔怕撳錯掣啦。係啊，好方便啊！哇，咁大個字，望遠鏡都唔使啦。係喎，隻字好大喎。後生仔都唔使去幫手啦，我哋自己老人家都揾到間屋啦。係啊，呢啲地方咁舒服，人都住得開心啲啦，人都會長壽啲啊！除咗今次獲得認證嘅作業範例之外，喺呢度咧長者安居樂項目盛怡居嘅單位，我哋更加咧為咗長者提供升級嘅設施，
包括門口玄關位置擺放咗出門三寶嘅收納架、浴室晾衫架，部分走廊更加闊到足夠2部輪椅平排並行。希望每位長者都能夠好好享受呢個咁舒適嘅屋企，做到居家安老。樂領都會亦引入一系列智慧物業管理措施，包括專為屋苑而設嘅手機應用程式，俾住戶一機在手就可以接收屋苑最新消息同通告，登記訪客出入、預約會所設施同線上繳費等。房協與時並進，由建築設計、管理以至提供各項居民服務，都係以人為本。樂領都會作為全港首個獲得長者友善樓宇認證嘅項目，繼續致力為住戶帶嚟貼心、開心同優質嘅居住環境，安居樂業。